天陰陰好似想落大雨，帶咗希頓去對 Fullerton Hotel 玩，有一個 Playhouse The Explorers，可以去 KKday 或者 Klook 睇下有冇優惠。買咗飛之後記得同返 Fullerton 預約，每個時段係玩1個鐘，分咗幾個遊戲區。我覺得最適合希頓玩嘅都係呢個橙色嘅區域，場地望落好乾淨，同埋冇安全嘅疑慮。佢每一個地方都包晒軟墊。當我玩嗰陣時候係5點鐘，唔算好多小朋友。有一個小型嘅瀡滑梯，側邊彩色嘅係軟積木。呢個綠色嘅攀爬區，我覺得比較適合大啲嘅小朋友玩。有啲位比較暗，所以希頓就有啲驚。每節嘅套票係包咗1個大人同1個小朋友，1歲或以下嘅小朋友可以免費入場，額外大人嘅入場費係每位60蚊。場地設計都幾有心思，有少少呢啲配對嘅遊戲玩。因為希頓比較細個，有問過工作人員可唔可以陪佢爬上去，但係工作人員話係唔可以嘅。不過現場我都見過有個媽咪陪小朋友爬咗上去。呢個區域難度更加大，瀡滑梯都幾高下，埋邊仲有個吊橋位，超考平衡力。最埋邊呢個區域，我覺得就算再細啲嘅小朋友都啱玩。1個鐘嘅時間真係過得好快，佢跑嚟跑去就已經夠鐘。食飯之前帶希頓望下出邊嘅海景先，有一個大型嘅噴水池。上年都帶過希頓喺呢度影相，睇返上年張相，小朋友真係帶得好快啊！今次自助晚餐非常好彩，買到買1送1嘅優惠，好多嘢都啱希頓食，好似呢個清湯麵，希頓食得好滋味。點少得佢至愛嘅西瓜，佢食咗好多嚿。